你好，我哋係香港第一個威客工作網站。乜嘢叫做威客？威客係國內新興嘅行業，任何人可以喺 whiskill.com 上邊發佈你嘅需要。例如你想揾人幫你設計一個網頁、一個程式、一個 logo， 或者叫人幫你翻譯一篇法文，甚至乎幫你個女女改個名。只要你出一個好優惠嘅價錢，我哋就會免費將你嘅任務通知我哋過千個嘅會員，自然就會有好多個威客對你嘅工作有興趣，就會喺網上面為你工作同埋投稿。你就可以從中揀最啱你嘅威客中標，佢哋就會將原稿交俾你同你聯絡。當然，如果你對我哋網頁上任何一個任務有興趣嘅話，你都可以發揮所長投稿競標。如果能夠脫穎而出，就可以足不出戶贏到你嘅收入。我哋會將預先收到投稿者嘅賞金扣除手續費後，直接入到你嘅戶口。威客隨時可以喺屋企工作，月入過萬㗎。仲唔快啲發佈你嘅外判任務，或者勤力投稿做香港首批威客 Whiskiller 啦！